每年的暑假，因为学生放假，加上天气炎热，真侪民众无愿意出门，相对的影响到关会中心的关会量。暑假期间嘛是关会中心欠货的时期，以正常的库存量需要1礼拜。不过目前南部关会中心的库存量只剩3-4天而已。因此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台南支联会上午嘛特别拜会小东路关会站，将伫这个礼拜六7月29，伫个关会站来举办关会的活动。教会一直非常乐于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所以在过往呢，常常有许多活动，包括呢，在每年都有帮助跟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去特别送物资跟食物给街友。这次呢，也是因为看到了血库欠血非常的急缺，教友们都热心的响应，希望能够呢，用这个特别的有意义的服务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医院里面，所有的伤患呢，对于他们需要输血的时候，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部分。也因此，我们在这个礼拜六7月29号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，有办这个捐血活动。凡是来捐血的，我们都会送一个冰霸杯和一些点心，欢迎市民能够共襄盛举，做个热血先锋。因为最近暑假开始国人出国旅游的情况比较多，所以出国的人多，捐血的人就少。那再加上极端气候，天气实在太热，最近又有台风来袭，所以这样子的气候关系让民众呢不太愿意出门，所以才会造成现在血库短缺的状况。那目前我们高雄捐血中心的库存呢，都维持只有在4天左右，是不足库存安全供应量的，所以还是希望民众多多来捐血。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平时帮助别人响应市府送物资的活动，即摆看到血库欠货的情形，嘛主动发起响应关会的活动。以小东路关会站6座分离室加6座关专会关会床，关会站会看情形来调整分离室或者是关专会的床。一天的量会用冲到300-400台，欢迎民众7月29做伙来关会。挽袖捐血，光照世人，赞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